大家好，歡迎你哋嚟到火紅年代，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火哥。火紅年代係一個講經濟、民生、時事、娛樂，甚至乎玄學各樣話題嘅 channel。今日為大家帶嚟嘅就係玄學奇幻嘅話題，歡迎嚟到玄之又玄嘅節目系列。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係出自《道德經》。好多奧妙嘅事物係人難以理解嘅，就好似風水命理、幽靈鬼怪、巫術魔法、UFO、外星人等等，仲有各類型科學難以解釋嘅現象。我哋只係見其象而不明其理。今日火哥就同大家一齊帶住半信半疑嘅心態，用求真嘅態度去一探究竟。馬上開始進入今日精彩嘅話題之前，希望你幫手點讚、分享、訂閱，記得撳埋個鐘仔，等下次有新片嘅時候可以馬上通知你。唔該晒。我哋被騙咗40年，人類根本唔係基因嘅載體，而係終極嘅血肉奴隸。奴隸？到底係邊個嘅奴隸呢？大家好，又係我火哥啊！今集玄之又玄出街嘅時間呢，應該會比平時遲咗起碼一日，因為火哥呢有啲事忙啊。Anyway 啦，其他節目都照係順延啦。喺上個星期五，2026年5月8號，美國終於公開咗部分嘅 UAP 或者我哋叫翻做 UFO 啦嘅檔案啦。唔知大家睇咗未呢？ By the way， 今集同呢啲咁嘅 UAP、UFO 係有絕對嘅關聯。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你真係一個獨立存在嘅人類咩？喺1935年，喺香港一間唔起眼嘅中藥鋪裏邊，一位荷蘭古生物學家喺裝滿中藥材嘅龍骨嘅櫃桶裏邊，意外發現咗一隻好巨型嘅臼齒。呢一隻牙齒嘅體積係我哋現代所謂現代智人啊嘅5倍以上。經過幾十年嘅追蹤，科學界終於承認喺史前亞洲嘅森林裏邊，曾經生活住一種身高超過3公尺，你冇聽錯，係3公尺，體重可以去到300公斤嘅恐怖類人生物——布氏巨猿。但係呢隻現實版嘅金剛喺20萬年之前突然間宣告咗滅亡。主流科學界會話俾你聽，佢哋係因為所謂氣候嘅改變，太過揀飲擇食啦，只係肯食竹，只係肯食植物而餓死嘅，唔肯轉食其他嘢。你信唔信呢？一隻喺地球上繁衍咗200萬年有多嘅頂級巨獸，會蠢到因為唔肯轉換嘅口味食肉，就喺幾萬年裏邊集體自殺。如果我哋將個視野放大啲，你會發現整個地球古生物嘅歷史都係充滿咗呢種無法解釋嘅斷層。寒武紀嘅大爆發，90% 動物門類嘅動物喺幾百萬年之內憑空出現，5次毀天滅地嘅大滅絕。睇到有一隻好似我哋睇唔到嘅手，定期將地球上面嘅霸主清洗乾淨。恐龍滅絕咗啦，大家好熟。頭先上我講嘅布氏巨猿亦都滅絕咗。最後而家留低嘅就係我哋所謂嘅現代智人。喺神秘學同埋邊緣科學裏邊，有一個細思極恐嘅假說：地球根本就係一個高級外星文明嘅生物實驗場，而我哋所謂嘅古生物、古人類，都不過係呢個實驗場裏邊唔同批次嘅測試產品。巨猿係版本 A，
純粹體能力量極限嘅測試，失敗咗啦，專案被關閉抹除咗啦。尼安德塔人可能係版本 B 啦，高密度嘅肌肉內涵嘅大腦又失敗咗啦，又俾人抹除咗。而家就係你同我哋咪版本 C 呢？但係如果呢個係一個跨數十億年嘅超級實驗，呢群外星嘅工程師究竟係用咗咩工具？喺佢哋唔現身嘅情況之下，跨越時空，遠端咁樣修改我哋嘅身體，佢哋喺我哋嘅代碼裏邊到底埋下咗啲乜嘢呢？嗱，今日呢，火哥呢唔講神話，我哋用2026年最前端嘅分子生物學同埋量子資訊學去撕開呢個世界最冷冰嘅真相。當你聽完呢條影片之後，你會發現真相甚至比外星人仲要恐怖，因為嗰個操控你生老病死、主導你表現所有生物進化嘅實驗室嘅總工程師，喺呢刻竟然就喺你身體、喺你嘅血液裏邊。理查德·道金斯喺佢嘅經典著作《自私的基因》裏面講過，人類不過係基因用嚟自我複製嘅載體嚟啫。我哋以為我哋自己喺度戀愛、喺度奮鬥、喺度傳宗接代，其實全部都係被基因操控嘅本能。但係我今日想話俾你聽，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呢個作者，佢只係講啱咗一半，因為喺佢嗰個時代，科學家根本就唔知道人類嘅 DNA 裏邊寫咗啲乜嘢，直到現代人嘅基因組嘅計劃完成，科學家真係碌大隻眼目定口呆，因為喺人類整整30個，即係呢啲所謂嘅30億個啊，呢啲所謂嘅 DNA。基因嘅 DNA 裏邊嘅說明書裏邊，真正用嚟定義人類外貌、器官、維持肉體功能運作嘅所謂純人類嘅基因，居然只係佔咗 1.5%， 甚至乎有啲人話去到都有2%嘅，而家可能係多啲幾個 percent 啊。咁剩低嗰98% 嘅基因係咩嚟嘅咧？喺我哋過去幾十年嘅教科書裏邊咧，將佢哋輕描蔑視，叫呢啲做 junk DNA， 有冇聽過啊？垃圾 DNA， 科學家認為佢哋係演化路上遺留落嚟嘅化學廢料，冇功能嘅冇用嘅代碼嗰啲 DNA， 即係我哋身體裏面大部分 DNA 其實都係冇用嘅，得少部分係對於我哋嘅生存、生長、運作有用嘅。到底真相係咪咁呢？但係喺2012年 ENCODE 計劃以及近年由 Google DeepMind 旗下 AlphaGo AI 模型對基因暗物質，即係頭先嗰啲所謂嘅 junk DNA 嘅解碼，徹底俾咗主流科學界咧一巴掌。呢 98% 所謂垃圾 DNA 根本就唔係垃圾嚟嘅，係全宇宙最精密嘅調控大網或者一種調控掣，佢哋就好似中央電腦嘅開關咁樣，決定咗你嗰啲所謂有用嘅純人類基因喺咩時候開放，喺咩時候咩地方表達，以及咧佢強度塑造咗你嘅肉體，到底呢啲點樣去控制呢2% 嘅所謂人類基因呢？就係靠呢98%我哋以前所謂嘅 junk DNA 垃圾基因。人類同黑猩猩喺蛋白質基因嘅相似度去到 99%， 但係我哋同黑猩猩嘅相似度有冇 99% 啊？我哋之所以進化到有咁龐大嘅大腦，全靠就係呢啲所謂嘅垃圾基因喺背後瘋狂嘅操控。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我哋嘅發現嚟咗就係科學家將呢98個代碼，即係代碼輸入咗記號庫裏面進行咧親緣對比嚇，即係進行一啲對比啦。結果發現其中有整整8%，佢哋嘅結構特徵甚至係
即係嗰個所謂 DNA 嘅兩端嗰個標記嗰度，係同一種地獄一樣嘅物質，完全一致。咩叫地獄一樣嘅物質啊？就係叫做逆旋錄病毒。其實簡單嚟講，一種病毒。咩叫逆旋錄咧？咁我一陣間稍後會解釋下。即係原來呢8% 嘅 DNA 咧，喺啲 junk DNA 裏邊有8%，有喺即係98%裏面8%，即係大概嚟講佔咗我哋7% 多少少啦嘅 DNA， 其實個樣係同啲病毒一模一樣嘅。科學界咧將佢哋稱為內源性逆轉錄病毒。咩叫做逆轉錄咧？好簡單啫，呢個只係一個講法，中文嘅講法啊。其實類似有個 reverse 咁嘅意思啊。正常生命嘅遺傳咧係 DNA 咧將佢嘅信息轉到落去啲 RNA 度，然之後咧再製造蛋白質。但係呢啲病毒咧佢係相反嘅，因為佢哋只有 RNA， 所以佢哋會入侵你嘅細胞之後，就會利用佢哋嘅呢種逆轉錄嘅酶，即係話將啲信息調翻轉頭，佢哋就會將自己嘅 RNA 逆轉成為咩咧 DNA， 然後咧就好似一把剪刀咁樣，強行將自己嘅代碼將啲 DNA 咧就縫接咗喺人類宿主嘅染色體裏邊。好啦，講翻人話，簡單啲嚟講，即係話你細胞裏邊有8% 嘅所謂 DNA 代碼唔係人類嘅，而係千百萬年之前一場席捲地表烈性嘅傳染病。當時我哋好多祖先染晒啲傳染病，喺人類嘅祖先上面留低咗呢啲病毒屍骸，病毒嘅屍骸嚟㗎。科學家以為咧呢8% 嘅病毒代碼早已經死咗被封印咗，但喺2026年最新發表喺 Science 同埋 Nature 呢兩本頂級期刊裏邊咧就揭開咗呢個謎底。呢啲咁代碼唔單止仲生存緊，仲喐緊。而且佢哋先至係我哋能夠成為人類嘅最終極嘅原因。好啦，我哋而家就講一講咧，到底呢啲被外星工程師或者被大自然植入嘅病毒代碼喺我哋人體裏邊做啲乜嘢咧？嗱，我覺得係外星工程師，一陣間我會再講點解啊。咁到底佢植咗呢啲咁嘅病毒入嚟，到底喺度做乜嘢咧？首先就係我哋出生。人類係屬於哺乳類動物，呢個大家知啦。所謂哺乳類最大特徵係咩啊？當然係飲奶啊。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係媽媽個子宮裏邊係會演化出有胎盤呢樣嘢。胎盤就係咧哺乳類一樣最重要嘅。胎盤係一道神級嘅物理障礙，佢一方面負責將媽媽嘅營養源源不絕咁樣送俾個胎兒，更重要嘅任務係阻隔住媽媽自身免疫系統嘅攻擊啊，因為咧。你始終係一個外來物嚟噶嘛，你唔係屬於媽媽本身噶嘛，但係胎盤就會幫你阻隔住嗰啲免疫系統嘅攻擊。要知道啊，胎盤有一半基因係嚟自爸爸。對於媽媽嘅免疫球血蛋白嚟講咧，胎兒係一個巨大嘅外來寄生物，甚至乎寄生蟲。如果冇胎盤呢個防線咧，媽媽白血球瞬間咧就會衝入去子宮度，破壞個胎兒，撕碎得一乾二淨。咁樣。係邊一個偉大嘅人類演化出咗胎盤呢個屏障嘅咧？我哋邊個祖先演化出嚟咧？答案係冇啊！人類根本係冇胎盤呢個基因嘅。科學家發現負責融合胎盤細胞膜嘅、建立呢個免疫隔離防線嘅基因，叫做合胞素1同埋合胞素2。呢兩個基因嘅本質其實就係幾千萬年前。一隻遠古嘅逆轉錄病毒，即係一隻遠古嘅病毒，用嚟刺穿宿主細胞膜外殼嘅蛋白基因。即係話原先呢個胎盤嘅細胞膜嗰個基因嗰個功能係一隻病毒係愛嚟入侵佢宿主嘅細胞膜用嘅。咁但係後來移植到我哋身上咧，就變咗做我哋嘅胎盤啦。人類嘅祖先遭遇到呢場毀滅性嘅病毒感染之後，可能死咗好多人，但係死剩咗嘅咧，反而將呢段病毒入侵嘅代碼據為己有，改造咗成為胎盤。換句話，如果冇呢個病毒嘅強行入侵、強行注入嘅話，我哋地球上面所有嘅哺乳類動物而家
都好似恐龍同雀一樣，都係生蛋嘅，即係簡單嚟講冇哺乳類，係病毒親手創造咗哺乳類動物嘅子宮，創造咗佢哋嘅胎盤。第二樣關病毒事嘅嘢呢，就係你嘅智慧同埋你嘅記憶。你坐喺度睇影片，記住你尋日食晚飯，思考下宇宙嘅未來，思考下你人生大計，全靠你大腦裏面神經元之間嘅突觸可塑性。係咩嚟嘅呢？大腦儲存長期記憶嘅時候，必須要依靠一個關鍵嘅基因，呢個基因叫做 ARC。當結構生物學家將呢個 ARC 嘅蛋白喺超高強度嘅電子顯微鏡嗰度放喺度睇嘅時候呢，成個實驗室都呆晒。原來呢隻 ARC 嘅蛋白結構嘅組裝方式以及佢包裝遺傳物質嘅手法，同現代 HIV 愛滋病病毒嘅外殼蛋白係一模一樣，係一模一樣。你嘅大腦喺記錄記憶嘅時候，神經細胞其實係製造緊一隻一隻偽裝嘅病毒嘅泡泡，將你記憶嘅 RNA 包起嚟，然之後用好似病毒咁樣嘅方式噴射俾隔離嘅神經元。你大腦之所以能夠思考，本質上係高度依賴呢一種存留喺體內嘅遠古病毒嘅程式。人類嘅智慧就係一場喺腦裏面進行被控制嘅病毒感染。第三樣同病毒有關嘅就係我哋生命嘅啟動嘅關鍵。喺2026年1月，科學界爆出咗最重大重磅式，可以話炸彈式嘅研究。科學家一直喺度尋找受精卵喺精子同卵子結合之後，到底係邊一個撳咗嗰個核子基因組全局激活嘅啟動按鈕。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到底佢結合咗之後，係邊個讓細胞正式開始分裂，然之後成為胚胎？到底個基因個因子喺邊度呢？喺2026年1月，終於揭曉咗答案，就係一個叫做 MLT2A1 嘅遠古病毒嘅亞家族，即係簡單啲嚟講，又係嗰啲病毒嘅殘留。佢平時好似僵屍一樣死沉沉嘅，就喺你嘅染色體裏邊匿埋唔喐嘅。唯獨就喺我哋受精發育到8個細胞啦，你記住去到8個細胞呢一下嘅時候，啱啱去到8個細胞，咁呢個神秘節點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間好似電腦開關一樣，無端端激活，然之後咧就會有啲嵌合嘅 DNA 出嚟嚇，呢啲咁嘅 DNA 出嚟啦，咁咧就好似磁鐵一樣，吸附喚醒咧你嗰個受精裏邊人類全部嘅 DNA 噶啦。咁如果呢段病毒代碼卡住咗，受精卵就會瞬間死亡，生命就會唔可以繼續成長，唔可以繼續去起跑。嗱，而家你清楚記錄到呢段畫面，你嘅出生、你嘅記憶、你嘅生命啟動，3個最重要嘅差唔多核心嘅作業系統，我哋人全部都係由病毒嘅代碼喺度幫你全面託管。所以你唔好覺得你自己係基因嘅載體。喺病毒眼中，人類呢個高大概1.7米啦，普通人嘅高度啊，能夠思考，能夠逃避危險，壽命喺長達幾十年嘅肉體裏面根本唔係咩萬物之靈。我哋只不過係一輛俾佢哋精準設計、代代相傳，用嚟喺陸地上保護同埋複製佢哋代碼嘅高級血肉裝甲車。咩嘅裝甲車？當然就係呢啲病毒嘅裝甲車啦。好啦，如果我哋接受咗咧，人類係病毒嘅載體啊，仲需要基因嘅載體啊，原來我哋病毒嘅載體啊，咁我哋就必須要回到去解答嗰個問題喎。你話呢個係外星實驗場，呢個終極謎團，咁呢40億年啊，生物實驗到底點樣進行噶？係嘛？喺好多即係科幻迷眼中啊，火哥都係其中一個啦。外星人改造基因，梗要攞啲試管、攞啲飛碟嚟啦，係嘛？咁咧
就如果宇宙嘅底層係一群超級智慧生物，佢哋嘅手段要幾高有幾高啦，係嘛？即係捉啲人啊，跟住咪做啲實驗啊咁樣，係嘛？嗱，但係量子資訊學嘅泰斗約翰惠勒提出咗一個物理學終極嘅宣言，就叫 It from bit， 萬物源於元，嗰個元就係元素嘅元，萬物係源於元素嗰個元。咁呢個元又唔係元素咁解喎，咩意思咧？佢話即係現代而家最尖端嘅物理學界已經有個共識嘅，就係宇宙最根本嘅唔係物質，亦都唔係能量啊，唔係呢個宇宙唔係物質就係能量，唔係，係資訊，係資訊。整個宇宙本質上就係一台自我編譯、自我運行嘅量子電腦。嗱，呢度火哥可以講多少少呢個理論喺邊度嘅咧？但係最基本，你從一個光子嘅相逢實驗。光子係有粒子同埋光波嘅特性嘅，大家知道啦。大家可以揾翻相逢實驗呢個實驗嚟睇啦。火哥度好快咁講啊。當你觀察佢嘅時候，佢就會係粒子；當你唔觀察嘅時候，佢又會呈現翻波嘅特性。大家知道咧，如果物理學上波咧同粒子係直線運動，波就唔係噶嘛。咁即係話光咧既有直線運動，亦都有波嘅運動。咁幾時直線運動咧？你觀察佢嘅時候，佢就係直線運動；你唔觀察嘅時候，佢就係波咁運動。咁即係話咧。你嗰個觀察，你嗰個資訊，你個信息決定咗佢到底係乜嘢啊？呢個好神奇啊！嗱，我話頭先講呢個宇宙本質上係一台自我編輯、自我運行嘅量子電腦，而病毒就係呢場量子電腦裏面最純粹、最自私嘅資訊代碼。我哋就係嘅資訊就係嚟自呢啲病毒啊！大約喺40億年前，喺地球嘅所謂原始湯，咩叫原始湯咧？就即係話當時啲人覺得即係地球大氣海水嘅成分當時有好多即係能夠組成生命嘅元素啦，咁亦都加埋一啲閃電啦，呢個叫原始湯啊！喺深海熱泉、玄武岩嗰啲窿裏邊，特殊嘅熱力學環境之下，物理定律係嘛？就好似一個巨大嘅物理吸塵機咁樣，將啲無機物嘅分子強行濃縮咗100萬倍啊！啲科學家嘅講法，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度啦。喺呢種極高密度之下，誕生咗地球第一批唔需要細胞外殼就可以自我複製裸露嘅 RNA 鏈，呢個就係最原初嘅病毒。但係亦都可以有咁嘅講法，會唔會病毒最原初嘅病毒、最原初嘅嘢係由外星人帶嚟嘅咧？因為似乎剛才嗰個理論，有人話其實時間係唔夠嘅。傳統進化論話俾你聽，進化係靠隨機突變，呢個喺數學上嘅概率早已經被反對學者證實咗係冇可能嘅，時間根本遠遠唔夠啊！如果引入咗病毒驅動演化論，只係用病毒嚟帶出演化，時間就完全夠啦。因為病毒係全宇宙最大嘅基因走私犯同埋代碼下載器，病毒喺地球上面扮演咗個角色，根本唔係疾病嘅製造者，而係呢場超級實驗系統強制更新嘅重要成員。每隔幾百萬年，地球上就會迎嚟一場好大嘅瘟疫。呢個唔係意外，而係實驗者或者呢個宇宙演算法，或者外星人向地球定期投放嘅代碼。所以有啲病毒我哋唔知道點嚟，其中一個學說好簡單，咪就係外太空嗰度嚟嘅咯，係嘛？外星人將啲病毒入嚟，目的係咩？清洗。所以點解有咁多生物大滅絕啊？喺歷史上有5次生物大滅絕啦。點解嗰隻布氏巨猿會咁樣消失咗啊？點解啲尼安德塔人啊、丹尼索亞人啊嗰啲會消失晒啊？係咪競爭輸俾我哋啊？可能係嘅，因為嗰啲病毒殺死佢哋啊嘛。啲病毒點嚟噶？咪就可能係啲外星人嗰度嚟嘅咯。99.9% 承受唔住呢啲所謂新程式代碼嘅生物，即係話呢啲所謂病毒嘅生物，就會喺一夜之間抹殺晒啦，病死晒啦。呢個就係我哋挖掘到布氏巨猿、尼安德塔人、丹尼索亞人呢啲報廢實驗項目嘅真相。而嗰啲僥倖存活落嚟嗰0.1% 咧，
就被逼喺基因倉庫裏邊下載咯，同埋融合呢啲咁嘅病毒，呢啲咁嘅外掛，從而就實現咗咧跨越式嘅演化。人類嘅演化就係咁嚟，動物嘅演化就係咁嚟。大滅絕唔係重設成為零，而係幫助演化場上清空舊霸主，騰出一個新嘅位嚟，可以等下載咗新病毒嘅載體，即係我哋呢啲哺乳類，甚至乎我哋嘅現代人類，喺短時間內進行非線性指數級嘅大爆發。呢個又解釋咗點解寒武紀啲動物會憑空出現，亦都解釋咗點解人類突然間會冇晒啲毛髮，演化出可以突破天際嘅大腦。我哋唔係盲目亂撞，唔係好似進化論所講，係嘛？因為咧呢個係一個自然嘅選擇，我哋隨機生啲嘢出嚟，然之後咧接受到呢個自然環境嘅就留翻低，唔係咁樣。我哋係一群被病毒加持，被病毒所瘋狂追趕，同埋不斷壓迫升級嘅血肉鬼類。咁樣呢個經過咗40億年嘅病毒實驗，喺今日喺2026年係咪已經結束咗啊？答案係完全否定嘅，唔係結束，而且係瘋狂咁上演緊。呢個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啲咩厲害病毒啊？愛滋病 HIV 啦，新冠肺炎啦，所謂 SARS 啊嘛，啱啱過咗個 COVID 啦，同埋而家即係暫時嚟講仲未好厲害傳人嘅人傳人嘅漢他病毒啦，仲有好多形形色色嘅病毒，相信嚟緊未來火哥覺得亦都會有更加多。大眾嘅恐懼，醫學喺度抵抗，但係如果我哋站喺幾百萬年後遠古法醫學嘅角度嚟睇，呢個不過係宇宙嘅工程師嗰班外星高智慧嘅生物對現代智人進行一次又一次嘅硬體安全性同埋免疫系統強制更新。嗱，假設我呢部電腦咁樣，佢重新幫我哋裝過一啲軟件落去，或者植入甚至乎植入一啲硬體啊。科學家利用分子鐘嘅模式去預測，幾百萬年之後，人類同 HIV 嘅戰爭將會用非常之詭異嘅形式去結束。係咩呢？就係我哋將 HIV 內源化咗。咩叫內源化？講下一啲今日嘅啦嚇，唔好講幾百萬年之後嘅推測。喺非洲部分特殊嘅人裏邊，科學家已經發現咗天然能夠控制 HIV 嘅基因突變，病毒嘅毒性正在喺度下降。呢個就係佢哋試圖融入人類生殖細胞嘅信號。數百萬年之後 ，HIV 嘅 DNA 就會徹底純化，固定喺所有未來人嘅染色體上面。去到嗰陣時，未來人嘅免疫細胞就會天天咁樣將呢種純化嘅愛滋蛋白直接塞滿晒喺我哋細胞表面嘅 CD4 嘅受體。咁我哋之後出世嘅一代對住愛滋病就會完全免疫，甚至順帶其他所有免疫系統未知嘅新病毒，我哋都會完全免疫。呢一段我哋今天聞之色變嘅魔鬼病毒，將會變成未來人類最堅固全能嘅防禦裝甲。不過過程當中可能會犧牲好多人。同樣嘅事情亦都可能發生喺新冠病毒 SARS 身上，甚至乎 COVID 身上。雖然都係 RNA 病毒，但喺人體內源原本就活躍嘅遠古跳躍基因。我哋即係叫做跳躍基因啊，因為呢啲基因咧就係好遠古遺留落嚟，我相信係病毒遺留落嚟噶啦嚇。嘅借刀殺人之下咧，新冠病毒嘅片段正被迅速逆轉錄成 DNA， 慢慢迅速咁逆轉成 DNA， 悄悄咁陷入部分感染者嘅生殖細胞裏邊。嗱，呢啲情況其實係發生緊，即係話咧已經由 RNA 嘅層面咧影響到去某部分人嘅 DNA 層面，但係當然嘅毒性係減低咗好多嚇，同非洲某啲人感染咗 HIV 病毒一樣。幾百萬年之後，呢啲咁嘅殘留物可能就會轉化成為人類肺部、呼吸部
黏膜嘅天然干擾素嘅外掛。咁等未來嘅人類咧就免受呢所有所謂嘅冠狀病毒嘅侵襲，甚至病毒對神經系統嘅攻擊，可能都會喺幾百萬年之間重演當年 ARX 呢個基因嘅奇蹟。ARX 係而家幫助我哋思考、幫助我哋記憶嗰個基因嚇，佢就係遠古病毒留翻落嚟嘅。頭先我哋講過啦。咁病毒對神經系統嘅攻擊咧，喺幾百萬年之後咧，都可能可以重新好似呢個 ARX 嘅基因當年咁樣嚇，幫人類嘅大腦研發出下一個容量更加大、傳輸速度更加快嘅全新神經元信息嘅嗰啲泡泡，到時人可能變得更加聰明都唔定。呢個係一場極其殘酷、鋪滿咗白骨嘅升級之路。點解咧？因為通常咧初感染嘅初期咧，好多人都會死，係嘛？所以愛滋病而家都係絕症啊！喺99.9% 嘅個體喺呢場同病毒交鋒中會感受到痛苦、流淚甚至死亡。但係只要你有0.1%，哪怕係少過0.1%，幸存落嚟，將會帶住啲病毒送俾佢哋全新嘅外掛，帶俾病毒送俾佢哋禮物，跨入下一個人類物種嘅全新紀元。影片講到呢度，我哋從中藥譜嘅巨源出發，穿越咗最古舊地球原生嘅所謂原始湯嘅物理嘅漏斗裏邊，揭開咗細胞核裏邊8% 嘅病毒封印，最終我哋睇清楚呢個病毒代碼全面託管嘅血肉世界。而家我哋終於可以回答最初嘅問題：人類到底係咩呢？我哋係乜嘢嘅血肉奴隸呢？人類唔係基因寵兒，亦都唔係外星人用試管精心雕琢嘅藝術品啊！我哋只不過係佢哋一個實驗品。人類本質上係一群喺40億年喺地獄傳染病中無數次差啲被環境抹除，但係我哋就好逆天，將呢啲病毒嘅代碼生吞同埋馴化，最後我哋成為咗佢哋嘅裝甲車。冇錯，我哋就係病毒嘅裝甲車。我哋體內每一條神經、每一次記憶嘅閃匿，甚至每一次子宮裏面孕育嘅生命，都係遠古病毒向呢個宇宙、向呢個生命宣告，佢哋嘅程式代碼至今仍然係完美嘅運行。但係呢個並唔係意味我哋永遠只能夠做病毒嘅奴隸，因為喺2026年呢個時間點，人類呢個載體做出咗一個用全宇宙演算法，甚至乎當年呢個實驗設計工程師，呢班外星工程師都意想不到一個驚天嘅叛逆。我哋演化出咗科技，我哋再唔係戇居居咁喺度等幾百萬年之後慘烈嘅淘汰賽。而家人類正係用緊 AI 去破解基因裏邊嘅暗物質，即係呢啲所謂嘅 junk DNA， 用基因嘅剪刀主動去修剪、去切除嗰啲唔聽話嘅病毒代碼，甚至利用馴化後嘅病毒嘅外殼去精準嘅消滅癌症。曾經中國有科學家話，生咗個試管嬰兒係絕對唔會感染愛滋病啊嘛！大家有冇留意啊？雖然呢啲咧係有啲係違反道德嘅，但係我相信人類而家不斷去做緊。我哋甚至試圖將靈魂同埋意識上傳到去晶片度啦。而家有啲人都諗啲咁嘅嘢係嘛？徹底拋棄呢個由病毒拼湊出嚟嘅呢個所謂嘅血肉裝甲車，我哋嘅所謂肉體我哋外殼，去追求嗰個熱學定律之外嘅數位永生，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呢個先係人類演化史上最極致嘅。我哋呢架裝甲車係由病毒花費咗40億年嘅時間嚟打造嘅，今日竟然誕生咗自己意識，並且轉身過嚟，我哋親手奪去呢個宇宙電腦嘅最高控制權。我哋想攞翻我哋控制權，我哋唔想再俾我哋嘅過往嘅基因、過往從病毒所入侵嘅代碼去控制，我哋而家自己去刪剪、自己去編輯，甚至乎想將我哋意識上載到去所謂直機嘅世界，即係話去到電腦度
純粹用我哋意識，唔用我哋肉體。大自然用咗病毒代碼寫咗我哋嘅起點，但係要用我哋科技，我哋要用我哋人類親手去建造一個定義，甚至乎我哋自己 set 一個終點 set 一個目標俾我哋。多謝大家聽咗呢一場即係跨越40億年嘅思維風暴嚇，當中可能好多有一啲詞彙係難明嘅，但係相信你都明白個基本就係、其實病毒就係主導咗你人，病毒就係主導咗我哋進化嚇。如果你都俾呢個冰冷嘅震撼嘅生命嘅真相所打動，咁就希望你真係都可以繼續欣賞我哋影片嚇。最後，你認為人類體內嗰8% 嘅病毒到底係純粹大自然嘅巧合，定係外星人一早刻意放喺地球，甚至乎刻意植入人嘅身體裏邊嘅呢？火哥就相信係後者多啲，唔係自然嘅。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度留低你嘅諗法，留低你嘅腦洞，留低你好爆嘅 idea。今次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臨走前，希望你已經訂閱咗、分享咗俾朋友，同埋點讚咗。呢一個簡單嘅舉動就能夠令本台茁壯成長，為你提供更多更好嘅節目。我哋下次見啦！